去年12月，澳洲成為全球首個正式禁止16歲以下用戶使用社交媒體嘅國家。呢項嚴厲嘅新法案引起全球關注。有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亦喺澳洲實施社交媒體16禁之後，計劃喺即將推出嘅網絡危害法案入面加入禁止14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嘅條款，作為保護青少年網絡安全措施之一。呢個做法引嚟唔少爭議，究竟為咗保護兒童網絡安全而封殺社交媒體，係咪真係可以一了百了呢？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係咪又真係百害而無一利呢？時事家號特別請嚟多倫多家和總幹事黃曉瑩博士，為我哋分析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嘅背後原因。社交媒體係從其中一個可以被利用為尋溺嘅媒介啦，亦都係其中一個可以透破人嘅軟弱，而利用到佢嘅軟弱嚟即係 manipulate 佢啊，係基本上係控制一個人嘅媒介啦。咁但係佢都係一個媒介啫，咁係好視乎你點樣用嗰個媒介嘅。咁你話喺呢一個草擬嘅法例上邊，點解當初會有人咁諗咧？我相信嗰個形成係因為有幾個原因嘅，係因為我哋嗰個 underage 嘅小朋友啦，係咪先？固然佢心智未夠成熟啦，佢嗰個是非分辨能力咧，係喺某啲情況之下咧，仲係可能會有啲 gaps 啦。於是乎咧，就會容易喺網上或者喺呢啲社交媒介裏邊咧，就會俾人灌輸啲錯誤嘅信息啊，而佢未識得清楚咁分辨而俾人哋呃咗啊，又或者氹佢攞咗啲某啲資料，然之後恐嚇佢，跟住佢就因為小朋友對於佢嚟講，成個身份認同咧都係喺佢嘅社交世界啦，佢會為自己建造一個佢特定想人哋覺得佢係咁樣嘅身份喺社交世界上邊，係咪？咁另外一個世界就係個學校啦，對佢嚟講呢兩個就係佢人生嘅90幾個 percent。咁喺嗰幾方面，如果社交媒體上邊被利用或者被控制或者被要挾，於是乎佢會覺得我個天都冧咗落嚟啦！如果一個人要挾佢，俾咗呢啲資料或者一幅相，我其他同學或者我社交媒體上面其他朋友，又或者去到我學校嗰個圈子裏邊，咁我就死梗啦！我所有身份都被人謀殺晒啦，係咪？咁即係呢一個係好大嘅隱憂嘅。我哋嘅年代就係用電視或者收音機，而家個年代就係即係廣播傳媒就喺網上噶啦，佢就係一啲廣播傳媒散播嘅消息係影響到佢哋啊嘛嚇，所以呢個法例咧係針對嗰啲廣播式嘅傳媒嘅，所以係好睇嗰個媒介去點樣紀律自己啦。確實，呢一個新嗰個草擬嘅法例咧，係會令到小童或者心智未成熟嘅人少咗機會去接觸啲陷阱式嘅傳播嘅媒介啦，同埋啲會有對佢哋有危險嘅資訊咯。你哋嘅機構有冇睇到更多同社交媒體相關嘅青少年個案呢？佢哋嘅問題又喺邊一度呢？大部分求助嘅人咧都唔係尋溺者當人嘅，大部分求助嘅人都係佢嘅關顧者，例如佢父母啊或者成年啲嘅兄弟姊妹啊咁樣，佢會見到佢行為上嘅變異啦、情緒上嘅失控啦、或者學習上啊嗰個focus 啊，都會比以前大大降低啦。咁喺呢一方面咧，佢就會亦都叫唔喐嗰個尋溺者啦。咁佢哋就會自己走嚟尋求援助。咁就睇下大家可以做一啲咩，令到比較喺家庭裏邊可以勸導個尋溺者咧係嚟得到輔導嘅。咁我哋會覺得個數字越嚟越上升嘅之餘咧，亦都個年齡層係越嚟越低。即係可能我哋10年前傾嗰個網上尋溺呢個問題係青少年問題嚇，但係而家係所有 underage 嘅問題，小童都有問題嚇。大家要留意下點解呢一個重要咧，就係軟件開發公司咧，如果佢係淨係為咗賺錢，佢係冇底線嘅話咧，佢係絕對希望佢嗰個軟會利用到或者控制到某啲人性嘅弱點，令到你咧係不斷咁需要佢嘅。各大政府需要咁樣做咧，係成一個消極嘅方法，因為佢已經係管到冇得管啦。其實喺對佢哋嚟講，啲 ideal world 呢啲類型嘅公司係好好咁管理自己，就唔需要有呢啲社會問題要佢埋單，即係錢係你賺，
單就我埋咁樣啊嘛，係咪？嗰啲社交媒體嘅巨頭係識得自我管理嘅品行好好嘅話咧，我相信每一個國家想做呢樣嘢嘅。咁係唔係最好嘅方法咧？唔係，但係資本社會裏邊咧就係咁樣噶啦。你哋機構點樣睇加拿大政府計劃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呢件事呢？作為前線工作人員，我哋唔反對，我哋聽到好多家長嘅聲音，亦都係支持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唔係冇隱憂嘅，我哋有一個擔憂就係話，因為你要令到嗰個使用者upload 佢嘅政府嘅身份證明文件，證明自己幾個年齡啊嘛，係咪？咁喺嗰個情況之下，你要負責，你用嗰個社交媒體要負責我個人資料嘅保密程度，你又有幾保密咧？家長應該點樣去處理子女使用社交媒體嘅問題呢？覺得好大，第一步就係一定要俾家長知道唔可以妖魔化咗呢一個工具先。如果唔係咧，就會推個小朋友去啲你唔想佢去嘅地方，係咪？即係越唔想去網上嘅 criminal 就係專係話你屋企人對你好衰㗎，我哋先對你最好，你聽我哋講啦，係咪？即係再極端啲就係呢個 human trafficking 咁樣，佢覺得佢屋企得唔到愛，咁就係學咗啲跟咗啲 trafficker 出去，佢會照顧我啊，俾屋我住啊。買靚衫俾我啊，咁樣於是乎就成為咗佢嘅獵物啦，係咪？即係我哋唔想見到呢樣嘢啦，所以第一件事最緊要就係同家人講，你要有適當嘅溝通方式，去令到佢有事嘅時候肯同你講，而唔係同其他人講，係咪？又咪或者人為咗捍衛自己網上某一個形象而受到要挾嗰時，寧願死咗佢啦！即係呢個係最唔想見到嘅嘢嚇。所以如果大家家長唔想細路哥越嚟越唔聽你話咧，就千祈唔好當佢心愛嘅網上嘅世界係一個妖魔咯。我諗另外一步咧，就係令到嗰個使用者咧係俾佢有多啲自我認知嘅能力啦。例如幾時係會覺得自己好似成日都要去嘅，明明冇嘢，我唔睇會唔安樂嘅。又或者瞓覺都諗住嘅，甚至會因為佢而唔瞓覺、唔上堂，或者上堂唔聽老師講嘢，淨係喺度係咁用呢個社交媒體。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使用者需要有嘅認知嚇。咁就算係細個都要令到佢有呢個認知，等佢可以自我審查之餘咧，就 set 一個 boundary 啊，係咪？有一個界限俾自己，無論係時間界限啦，定係地點界限啦，定係人物嘅界限啦，係咪？即係我唔識嘅人唔同佢玩啦。定係上堂嘅時候唔準用啊？定係返屋企只準用2個鐘啊？又或者瞓覺之前嗰2個鐘唔準用啊？之類嘅嘢。究竟青少年點解咁沉醉於社交媒體世界呢？今期《號角月報》訪問咗3位青少年人以及佢哋嘅家長，睇下社交媒體點樣影響呢一班青少年人嘅生活。大家可以上網加拿大《號角月報》嘅網站，閱讀3月份嘅專題《社交媒體青少年不宜》。